老是钓鱼不回家，你不怕被偷家吗？不怕。你钓一天鱼都钓不到，不知道买那么多装备干嘛？哦，差生文具多。哎，网上那个词叫什么？空军老，还有一个别名叫龟老，说是你吧？但你也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专一。明知道那个地方钓不到鱼，哎，非要在那儿钓，还一直在那儿钓。但你有个缺点，就老是不回家。你也有个缺点，就出角色不还原。哦，网上有个词叫 OOC， 是不是就是形容你的？但是呢，也有个优点，就是不出门，不社交，一天3顿麦当劳。小样，跟我斗。